喺呢個獻殿禮嘅過程裏邊，佢求咗一系列嘅事情。咁嗰一系列嘅事情咧，有同一個元素，個元素就係話，當向着呢個嘅耶路撒冷呢一個耶和華神咧留名嘅所居住嘅呢個聖殿啊，向祈禱嘅時候，願神咧去寬恕佢哋嘅罪惡，去接納佢哋嘅悔改，同埋咧去挽回嗰啲神降下嘅嗰啲嘅災禍，甚至去到一個階段咧，俾嗰啲外邦人嚟到呢個城市，嚟到啲聖殿去祈求認識耶和華嘅時候，讓耶和華咧都使佢哋咧得以咧去認識敬拜侍奉耶和華自己。我哋睇到咧以色列人嘅，包括無論係天災、任何嘅饑荒霉爛，喺農作物嘅呢啲嘅毀壞、蝗蟲呢啲嘅冇雨降落嚟嘅旱災、嗰啲嘅瘟疫，咁包括咧俾敵人圍困，喺戰場上邊失敗，皆因咧呢啲凡事種種咧，佢哋咧係離開咗神同埋佢嘅說話，無論係個王或者係嗰啲嘅國民，甚至咧俾神咧逐出離開呢個嘅以色列嘅地方，被擄嘅地方當中，如果佢哋咧遙遠嘅向住呢個聖殿去祈禱，願神咧接納佢哋嗰個認罪悔改，重新咧俾佢哋翻嚟一個嘅神所應許俾過去嘅地方。所以見到咧喺當中咧係好詳細咁樣咧，佢同以色列一齊咧帶佢去向準咧耶和華咧去祈求神咧喺將來應允，凡係以色列民向着呢個嘅聖殿去祈求嘅時候，願神咧憐憫，願神咧改變佢哋嘅嗰個嘅當時嗰個嘅災害，嗰個嘅審判，以致咧可以重獲新生，重獲復興。當所羅門咧做完一個祈禱獻完祭之後咧，嗰個獻殿聖殿嘅禮完咗之後，耶和華咧第二次咧就向所羅門顯現，就應允咧話俾所羅門聽，你向我祈求嘅我都應允你，只要咧一生日子裏邊你唔離開我俾過你嘅說話，否則咧如果當你離開我俾你嘅說話嘅時候咧，你敬拜嗰啲嘅迦南人嗰啲外邦人嘅偶像假神嘅時候，我就使到你同埋以色列人咧得到災禍。喺呢個咧當時咧耶和華神咧已經應許咗所羅門向佢所求，跟住咧我哋其實見得到咧所羅門咧喺呢個階段嘅裏邊，當大衛臨終之前吩咐佢嘅，一路到去愛耶和華呢個過程裏邊，喺頭7年嘅裏邊起好聖殿，跟住咧我哋見得到咧佢再用13年嘅時間咧起好一個嘅宮殿咧，俾佢自己啦同埋俾佢嘅皇后咧去居住。咁我哋見到咧初期嘅其實呢段時間裏邊咧，佢的確咧係一心咧去愛耶和華，去咧遵守咧耶和華嘅話語，所以神嘅話咧亦都使所羅門咧極其嘅興盛，以至咧無論佢嘅智慧，無論佢嘅嗰個國力，無論咧佢嗰個嘅著作箴言去作咗嗰啲詩歌，我哋睇見咧佢嘅智慧比所有嘅東方人當時所有嘅人咧有名嘅人嘅智慧咧更加嘅廣，正如咧耶和華應許佢。當其時佢嘅財富亦都係咧冇任何個王咧喺當代咧係能夠及得上去。佢嘅嗰個軍事亦都係咧神讓佢咧所有嘅四境咧都向佢進貢，達到咧以色列人咧國運嗰個嘅最高峰。所以見到以色列人亦都係經歷咧一個好好嘅一個國泰民安，十分豐富嘅資源。我哋見得到咧，呢一個列王記上嘅開始係一個十分好嘅開始，基於咧大衛所俾過去嘅嗰個最重要嘅呢個一生嘅生命嘅秘訣。願意我哋咧領受咧呢一個嘅生命嘅秘訣。雖然我哋未必係作呢個嘅政府裏邊一啲部門，甚至乎咧去到做呢個總理或者總統，但係如果你係咧，咁你固然要聽，因為咧好明顯咧呢本書亦都係為你而寫。但係咧，對於我哋所有神嘅子民喺我哋嘅崗位身上，讓神自己使我哋可以喺好多事情裏邊亨通，以致神自己得到榮耀，亦都使人能夠認識耶和華唯有佢係獨一嘅神，三一神，聖父、聖子、聖靈。願神祝福我同你。